大家好，我係忍者。近期手機遊戲《Fate Grand Order》陸續推出台版同美版，下個月就會播外傳動畫《Apocrypha》，仲有劇場版《Heaven's Feel》第一章，未確實日期嘅 Extra Last Encore， 作品多到可以叫今年做 Fate 之年。而自從第一部作品《Fate Stay Night》推出之後，呢個系列都發展咗10幾年，所以有唔少衍生作品，世界觀都漸漸擴大，亦都不停吃書跳票。而冇留意開呢個系列嘅朋友，可能會唔了解唔同作品之間嘅差別同共通點。今次我就邀請咗一位宅宅嘅朋友，百合騎士 Dion 負責寫稿，再由我嚟簡單講解一下圍繞住 Fate 系列嘅聖杯戰爭。東歐、あなたが私のマスターか。喺正式講解前，要先講講關於 Fate 世界觀嘅特點，亦都係創作品牌 Take Moon 旗下所有作品嘅共通點。就係魔術同魔法嘅分別，同埋影響一切嘅根源之窩。當然仲有其他嘢，不過今次先講呢2點。首先要講嘅係魔術，即係利用魔力、道具或者儀式陣法等等嘅神秘技術，去令到一個現象不自然咁發生。例如憑空點火去燒着某一樣嘢，但其實只要有技術同時間，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相同嘅事。例如用打火機，只要普通技術可以重現同樣嘅結果，所有神秘技術都會叫做魔術。至於魔法就一定會同根源之窩有關，根源之窩代表真理，即係世上所有嘢嘅發生原理，一切嘅源頭，包括所有無法用技術重現、超越文明力量嘅知識，係 Take Moon 世界大部分魔術師嘅終極目標。而魔法主要分2大種，一種係只通過唔同方法接觸到根源之窩，結果得到超越所有文明技術嘅魔法；另一種就係為咗到達根源，於是產生各種各樣嘅獨特手段，一旦成功接觸呢啲手段就會係魔法。由於成功者極少數，好多仲要有去冇回，所以留低嘅人都會窮盡一生甚至幾十代嘅時間去研究。亦都因為咁，成個 Take Moon 世界發展到而家都只有5大魔法。而 Fate 世界嘅聖杯戰爭就係因為想要重現第3魔法天之杯而衍生出嚟嘅副產品。講咗咁多，係時候開始講正題。聖杯戰爭入邊嘅主角當然係聖杯啦，但唔係傳說中耶穌響最後晚餐用嗰隻杯，而係用嚟收集魔力去重現第3魔法天之杯所需要嘅一個容器。天之杯係魔術世家艾恩茲貝倫研究同曾經成功過嘅魔法，目的係將靈魂物質化，從而打破自然法則。除咗能夠不老不死之外，仲可以有無限嘅魔力。希望用呢個魔法令人類進化成新物種。但前面都提過，成功使用魔法嘅人多數有去冇回，最終魔法失傳，而佢哋嘅後人就只能夠嘗試用各種方法去重現。艾恩茲貝倫一族經過幾百年嘅研究，中途創造出無數嘅人造人，天之杯依然唔成功，直到幾乎後繼冇人嘅時候，一個叫做馬奇里嘅魔法師出現。因為大家都有住進化人類嘅相同理想，而佢本身擅長用使魔魔術，加上艾恩茲貝倫家研究多年嘅天之杯，最終諗出聖杯系統。呢個系統嘅重點係利用靈魂出入人界嗰時會產生連接靈界嘅洞穴，所以佢哋諗到將靈魂儲存響聖杯之中，無法回歸嘅靈魂會打開連接洞，加上靈魂嘅魔力就可以長時間打開一個大洞穴，等佢哋可以趁機接觸到根源之窩，去重現天之杯嘅功能。而靈魂本身嘅能量越大越好，但又冇可能召喚到神明同神話生物，結果就係召喚英靈，響人類歷史上留低各種偉大事蹟，又或者廣為人知嘅傳說人物。當然都冇可能召喚到本人，實際上只係分身。而為咗填滿聖杯，需要7個英靈份量嘅靈魂。響召喚嘅時候，聖杯會根據英靈生前嘅事蹟，賦予佢哋職階，分別係 Saber、Lancer、Archer、Rider、Caster、Assassin 以及 Berserker。作為停留喺現世嘅身份，似乎聖杯都唔想各位大英雄係無業遊民呢。設計好系統之後，艾恩茲貝倫同馬奇利就揾地方實行。佢哋需要一個靈力龐大嘅地方去建構呢個儀式，但當時已知嘅地方唔係有聖堂教會監視，就係魔術協會掌控。加上魔術本身只係歐洲流行，所以最終揾到去日本嘅東木市。呢個地方屬於遠坂家，而遠坂家正正就係第2魔法使嘅弟子，係當時少數嘅東方魔術師。佢哋一拍即合，3家合作完善系統。簡單嚟講，艾恩茲貝倫家提供聖杯，遠坂家提供土地，馬奇利家提供技術。而馬奇利家亦都移民日本，改名做間同，從此俗稱御三家。御三家響東木市嘅靈地玄奘山設置咗一個收集魔力嘅超大型魔法陣，亦叫做大聖杯，用嚟推動聖杯系統，要大約60年先會儲滿一次，滿咗就係儀式實行之時。既然有大聖杯，自然有小聖杯啦。
其實小聖杯先係主角。前面有提過，填滿聖杯需要7個英靈份量嘅靈魂，而小聖杯就係負責回收同保管戰敗嘅靈魂，係實際執行儀式嘅重要道具。既然成個系統整好晒，又有地方又有英靈，仲唔係時候開波？於是第一試儀式開始，參加者都係御三家嘅成員。不過結局係聖杯出嚟同大家講 GG，60年後再玩過。而失敗原因係因為開始咗先發現得獎者只會有一個，而御三家未傾掂數嘅時候就發生英靈失控事件，最後導致全滅，冇人勝出。於是佢哋吸取教訓，諗出令咒系統用嚟約束英靈，防止英靈反客為主玩背刺，搞清楚主從關係。由於得獎者只有一個人，比起3家人自己玩內戰玩到絕後，倒不如揾幾條水魚返嚟祭旗，大家合作清完外人再慢慢打仲實際。原因在於聖杯儲咗6個靈魂之後嘅魔力係足以實現大部分嘅願望，而3家只要隱瞞儲滿7個靈魂先可以打開根源通道嘅事實，打住學術名義同埋萬能許願機嘅旗號，招攬額外4個魔術師嚟爭奪呢個目標，去掩飾真正嘅目的。亦都因為變做爭奪戰，從此俾人叫做聖杯戰爭。又一個60年過去，第2次聖杯戰爭開始，今次補齊規則，又有肥羊送上門，係時候認真打啦。但好可惜，最後都係全滅收場。至於理由，就係諸多原因而全滅啦。所以第2次又係冇勝利者嘅情況下落幕，而御三家都決定唔再合作，改為公平競爭。嚟到第3次，雖然結果都係失敗，但呢一戰意義相當重大。事關前2次嘅失敗，令到艾恩茲貝倫加太想贏啦，運用系統漏洞召喚出第8個職階嘅英靈，希望咁樣贏到聖杯戰爭。但中途發生小聖杯被破壞嘅事件，直接令到聖杯戰爭失敗收場。而根據召喚出嚟第8位英靈嘅分別，會令到故事產生平衡世界。首先會有召喚出第8職階復仇者而衍生出嚟嘅正傳作品，即係第4次聖杯戰爭 Fate Zero 同第5次嘅 Fate Stay Night。如果召喚出嚟嘅係裁定者，就會衍生到外傳故事 Fate Apocrypha。今次嘅聖杯戰爭介紹就嚟到呢度。由於 Fate 系列嘅內容太多太廣，今次嘅介紹都可能會有唔少錯漏嘅地方。喺度歡迎各位熟悉 Fate 嘅朋友留言補充，變屍都唔好變得咁大力啊！而我同 Dion 亦都準備介紹嚟緊嘅外傳動畫 Fate Apocrypha。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讚好支持同訂閱 channel 啦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